知道是不是放大，它是不清晰啊，感觉。这里面有这个。是是不是错了？你要去哪？啊？我去没去过金川看一下。去吧。以前都有去，但是上次它是有音乐节的嘛。今年好像没音乐节，没看到宣传有音乐节。它是2天时间，还有17、18号。我的意思，去年它是有音乐节，就是明星唱音乐。今年它可能就只是个梨花节。去年它梨花节跟音乐节它是一起做的。有可能是周没钱了嘛，要么是单独那个嘛。本来现在这回也缺钱。别说了，发选锅嘛，选锅就可以了。发给他，这上面写的啊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这是台湾的朋友送的。江青标也叫江苏水可以吧？江青标先生。送了很多次了，他送了应该。台湾的叔叔还是阿姨啊？这次送了7500台币。叔叔还是阿姨吧？早就来了，一直在这儿。我用竖屏直播还是4K60？我搞忘设置分辨率了，搞忘了，哎。提前对，提前1天。徐峥走不了吗？走不了就换人了，未必啊。他去过金川啊，那次。前几天嘛，那个，前一段是那个坐的那个云峰的车子，云峰车在摆龙门聊天嘛，在车上。徐峥我那个摇聊天，搞忘了那个隧道里面应该跑120，跑120好像被交警，然后到收费站被拦住了。我云峰要去，也会的，还不知道其他没问。
呢，后面穿黑衣服是杨娜。为啥子？为啥子没有？没听到。啥时候好点运动啊？去不去金川呢？啊？去金川玩啊？不去。要上班吗？没喊我的，没喊我就不去了。就去耍才单把一样。还是很要跑哈。哦，5、6个小时的是。30多公里。我的马儿看就是老路了。哦，烂路嘎？也不烂，也不烂。轨道嘛。那马儿他上去了，也就修水的，也就不能走。哦。我觉得干渣吧，每年都在修，修几十年了还在修，随时在修。你要去是吧？我要去，我自己要去。你哪些要去？还有渔工吧，渔工。你在哪里啊？
特，听错幼儿。继续跳舞。这人太多了。
10万的赞，他就不来了。你太聪明了。他说是最后一个，啊？但是什么最后一个啊？商务和羊拉在后面吃。就我这边好。明天练喽。啊，对啊。你那盘那些没进去不拿其他的？去的，那就说的昨天晚上嘛。哦。昨天晚上跳。我怎么看见？昨天那一个跳了嘛？跳起来嘛，许梅秋也跳。哦，那也跳。你坐没来？苏拉在这儿了嘛？苏拉，然后青楚、英楚，然后是李丽，后面那个是阿祖作吧，后面那个没坐，后面那个是阿莫啊，后面那个阿妈喊了不走势，那个车拉手，那个是这个就不用介绍了，永儿，王楚。
是要送花的，明明和中马初，还有一个李宁，那个是巴特我木啊，巴特我木可嘛把衣服换了，之前买的穿的便装嘛，昨天晚上又穿了一个衣服，前天晚上又穿了一个衣服，后面穿了衣服都没来。张希他们没来，就永春来了，他们关系很好。以前是和苏拉关系非常好，苏拉来了，然后张希那边没来。哇，这个有点好，承包协商来了。这小拉、康猪、康子来了。爱拼才会赢梦。走啊，堵起了。先把位置看好。哎，瑞瑞来了吧？哇，好难没看到的哦，不是瑞瑞，认错了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了，是另外一个长得像瑞瑞的，没事认错。好湖的旁边全是小孩子啊，跟着徒弟两个都围到他旁边的。因为我看题目没有看现场，我是看的题目上面，认错了很正常哦。哇，飘到那边来了。
点多嘎。对，可能一个皮，这美的狗都好，这个真的。这个不是比较高那个来了，这个没问名字。看书的，算，到西湖了嘛？几点钟？15分钟。6号过庄吗？要跳6号过庄。多少多慢嘛？没稳了，亲自问还是确定他本来也跳的不多嘛，就是也就那个1-2天。
最热了起不来嘛？啊，最热了起不来，他是练舞要来的嘛？他排练。友好各庄。茶席是都够的，都够的。这友好各庄出来好久了，去年那个年就出来了。青也是德国的，我们不也是德国的，德国的比较多。西饶这个嘛，出现穿这个衣服还比较少。完了，我觉得他穿，啊，都基本会跳吧，这个友好各庄。这银座没来，永济没来，扎西拉布没来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老六，花堂曲珍，太多了，明天应该来吧。友好各庄就是一段，不是全。这什么过去？那康主不在了呢。梅朵还在过年哦。哎，送花的还没来呢。这个太短了。你明天要把花瓣带过来哦。对啊，明天要带过来。不然明天对啊，等几天。长毛了。啊？什么？它长毛了。哦，不对，没长那么快，它要长几个月，长得很慢，长得很慢。那你说明你跳舞了的噻，说你跳运动了的。啊？你看他过来。这个哦，全是汗。啊，不好。哇，这个就看一下那个几点钟送花还没送过来嘞。
还有一首歌嘛，我问一下还有几首，等一下哈。还有几首？还有一首。有好各种。稍等一下哈，等一下2-3分钟。还有一首。有好各种，让上八单的。还有一首啊，好。还有一个新的，2首新的吧，应该算是。白回来了啊！我收尾的时候才来，刚才没看到。没多没来，好多还有好多都没来。这是去哪错？我都不知道。你戴个帽子都认不到你了。哎呀，你们3个人，今天去经理是你3个嘛？还有一个那个，你们2个，还有一个。我们同学。我不认识，没见到他，没看到他那个，只看你2个。我晓得你过来了。现在那个19拉车桥了，这笔钱手术之前装在好进去。这小拉那个比较高的那个小拉，这是扛猪哦，这是没注意到，跑到哪去了？新哥，那个是金川的吗？金川湾第几段？第4段吗？
这最后一曲了。好，没事没事。现在先送，马上完了。先送，先送，先送，先送吧，先送吧。好好好。你认得了吧？前面的这个。在后面那个，这个嘛，对。数学生那个了啊，知道吧？在后面那个。等一下，在这里他在一起啊，领一下00普洱车。你看在这个黑衣服，在前面那个，前面黑衣服。哦，这个。Hello， 没有装灯泡，没有装那个。丽丽的后面，这个丽丽的，等一下，这个灰衣服飞的，这个灰衣服对，这个嘛。给3个，没事，卡片上写的有。好了，好，拜拜。你这跑了跳一曲对不对嘛？我看个2曲啊，1曲。哪里都去了。哎呀。就没送了，啊？没跳。这完了。还有一个没送吗？送了，一个是。两个行了。啊，我在那他是送2个人，还有1曲。是哪个的？还有一个。2.5。要放了之后他们都不走啊。